全紅嬋以女子雙人10米高台跳水第5名，為呢一屆嘅全運會畫上句號。呢個成績可能令人感到意外，但對被傷患困擾多時嘅佢嚟講，呢場比賽卻係嚴峻嘅考驗。就係因為咁，面對賽果失利，佢仍然笑住咁回應傳媒。很完整的能堅持這場比賽，完全堅持下來，我覺得我已經很厲害。自己的腳也是能說非常痛吧。輿論都聚焦喺佢嘅體型變化，話佢發咗福。邊個知道喺個183日停賽養傷嘅背後，當中嘅痛苦同埋煎熬呢？當被問及佢嘅傷勢恢復進度，佢只係淡然咁回應：不怎麼樣。事實上，教練早前曾經表示佢傷得實在唔輕。通常現在的那個脛骨啊、踝關節都是受傷的，在堅持比賽，但係是很艱難，很艱難。對，每天都是疼得不得了，敷完冰再跳，敷完冰再跳。大家看到他好像沒事，其實他是帶着傷去跳，帶着傷去跳。全紅嬋亦都坦言，傷患的確帶嚟嚴重嘅影響。受傷之後確實練得很苦吧，我覺得，因為你每天都帶着這個傷病、這個腳痛去跳這個動作，而且跳水本來就是用腳跳的，所以你每天跳的話，那個腳也承受不住，也很痛吧，主要是。重傷患加上發育時期嘅身體變化，佢仍然堅持出賽。鏡頭捕捉到嘅總係佢低住頭紮保護貼嘅身影。喺佢嘅笑容之下，其實隱藏住難以言喻嘅痛楚。手握2屆奧運金牌嘅佢，本來可以選擇急流勇退，但佢偏要迎向風浪，因為對佢嚟講，呢啲掙扎不過係日常訓練嘅一部分。為咗針對發育帶嚟喺身高同體重嘅增加，體重管理精確到要以克計算，腳傷未好返，仍然要日日苦練，連行路都好痛。就喺咁嘅狀態下，佢仍然可以為廣東隊攞到團體賽金牌，每一跳都係同傷痛較量。淨係憑住呢份勇氣同埋堅持，已經足以贏得無數嘅尊重，令人敬佩。而家嘅全紅嬋已經唔執着於名次嘅高低，佢更珍惜嘅係希望仍然可以繼續擁抱佢熱愛嘅跳水。畢竟只有18歲嘅佢，人生仲有漫漫長路。無論未來係繼續企喺跳板，抑或邁向其他人生嘅賽道，都祝願佢能夠繼續保持呢份不朽嘅堅韌，照亮每段前行嘅路。鍾意我哋嘅頻道，請按 like 同 subscribe，多謝。